有一双手，第一节，有一段无顺利正常的过程。有时双手扶持重但变轻松，无必要伤紧张。注永无误事。经历奇妙稳固关联，谦卑搁爱释放。第二节，有一项歹协调平常的情景，有一双手牵甲公硬变温顺，毋通感觉压力，自由源同在。经历奇妙稳捌作为，和睦爱来同工。第三节，有一阵适合涯通常的人性。有一双手摸着郁卒的心情，毋通失望挫折，自丰富灵敏。经历奇妙稳从疼痛，甘心一同释放。第四节，有一时失警醒日常的造物，有一双手惹早无时的破口，无必要想自责，自由源体贴。经历奇妙蕴含奥秘，彰显属主喜乐。